Jawai tusa kajam-jaman na makajinana sulivat. Saka tusua kajam-jaman auroja supuina kainua semas. Imazai tua pina sasvali-valitan na tevlin. Imazai tua tapuru katu kirua kayan. Imazai tua itakaran pajudu sapuru katu dusa karan. 历代志下13章1节到22节。亚比亚与耶罗波安之战。以色列王耶罗波安在位的第18年，亚比亚登基做犹大王。他在耶路撒冷统治了3年。他母亲叫玛迦，是基比亚城乌列的女儿。亚比亚和耶罗波安之间发生战争。亚比亚率领40万军队跟耶罗波安的80万大军交战，两军在以法莲山区接触。亚比亚王上喜马莲山向耶罗波安和以色列人喊话，他说：“你们听着，难道你们不知道上主以色列的上帝曾经与大卫立下不能毁的约吗？上主把以色列的王位永远赐给大卫和他的后代。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背叛了他的王所罗门，后来他召集了一群流氓无赖，顽强地敌对所罗门的儿子罗波安。那时罗波安年纪轻，没有经验，无法抵挡他们。现在你们计划攻击上主赐给大卫后代的王权，你们有强大的军队，又有耶罗波安铸造的金牛做你们的神。你们把上主的祭司亚伦的后代赶走，也把利未人赶走。你们照着其他国家的方法指派祭司代替他们。任何人牵来1头公牛或7只绵羊，他们就封他当你们所谓神明的祭司。但是我们仍然侍奉上主我们的上帝，没有离弃他。亚伦的后代执行祭司的任务，利未人协助他们。他们每天早晚向他烧香，献烧化祭，又在桌上献洁净的供笔。每天晚上点燃金灯台上的灯。我们谨守上主我们上帝的命令，你们却离弃了他。上帝与我们同在，是我们的领导者。他的祭司拿着号角，要吹号召集我们跟你们作战。以色列人啊，不要跟上主你们祖宗的上帝征战，你们是无法取胜的。这时候耶罗波安调一部分军队在犹大军队的后面埋伏着，其余的则从前面进攻。犹大人四面观看，看见自己被包围了，就向上主求救。祭司们吹号角，犹大人大声呐喊，亚比亚率领他们攻打。上帝击败了耶罗波安和以色列军队，以色列人逃避犹大人，上帝使犹大人胜过他们。亚比亚和他的军队大败以色列人，消灭了以色列的精兵50万。犹大人得胜了，因为他们依靠上主他们祖宗的上帝。亚比亚追赶耶罗波安的军队，占领了他的几座城，就是伯特利、耶沙拿、以弗伦和这些城附近的村庄。亚比亚在位期间，耶罗波安始终没有再掌权。最后上主击打他，他就死了。亚比亚逐渐强盛，他有14个妻子，22个儿子，16个女儿。亚比亚其余的事迹和言行都记载在先知以多史上。哀求开暖什么？
Satu cua kadam-daman sinan apolo kaima zetua tapulu katu dosa karan。上帝与我们同在，是我们的领导者。他的祭司拿着号筒，要吹号，召集我们跟你们作战。以色列人啊，不要跟上主你们祖宗的上帝征战，你们是无法取胜的。历代志下13章12节。Tutsua kadam-daman asini pupatarwan， 当号角响起，某天我的手机接到一则信息，牧师，请问基督徒买房子有什么禁忌？一时之间我无法回答。不久，信息又来，朋友说，如果买第3间房，会担2边房子的债务。我还在迟疑怎么回事，对方又传来，赶快回答我，谢谢，我已经快下定金了。这下我也慌了，因我从没听过基督徒买房子还要注意什么禁忌。事后想一想，这显然是以利益作为信仰的目的，已沦为一种偶像崇拜了。在旧约的以色列历史中，就揭示了在许多敬虔人心中的这种扭曲欲望，企图透过敬拜让上帝来服侍自己。犹大王亚比亚与以色列王耶罗波安之间的战争，便凸显这种虚假与真实敬拜的差异。当犹大王亚比亚率领40万大军对阵以色列王耶罗波安率领的80万大军时，对犹大军队来说，这几乎是一场没有胜算的战役。不料在两军对视时，亚比亚王上喜马脸上向耶罗波安和以色列人喊话，以色列人啊，不要跟上主你们祖宗的上帝征战，你们是无法取胜的。历代志下13章12节。亚比亚提醒以色列将面临战败的原因是，以色列过去背离了上帝和大卫立下不能毁的约。5至7节。如今又仿效外邦人以金牛犊来取代上帝，并任意指派人当祭司，背离了摩西的律例。因此将来上帝必与犹大军队同在，以色列军队必不能取得胜。果然，犹大军队虽被以色列大军团团包围，但是当犹大的祭司吹响号角时，上帝与犹大军队同在，使他们击败以色列军队，并占领了他们的城池。很显然，犹大国这次的胜利，原因是在于他们遵守大卫之约，遵行上帝的命令，以洁净的祭仪来敬拜上帝。以色列国则背弃与上帝的约定，用外邦人的神明来取代上帝。耶罗波安的军队看似亚比亚的军队还强盛，但在上帝看来却是金玉其外，败絮如中。亚比亚指出，耶罗波安跟随者只是流氓与无赖的集合，信仰则是四不像的宗教混合体。今日世俗化的挑战似乎也是基督徒与教会需要面对的。正如约翰福音4章，耶稣和那位撒玛利亚妇人的井边对谈中，耶稣告诉那妇人，撒玛利亚人不知道他们拜的是谁，只有犹太人知道他们拜的是谁，因为救恩是从犹太人而来。将来只要相信耶稣基督，便能以心灵诚实敬拜上帝。昔日耶稣成了撒玛利亚妇人生命的活水，如今他也要成为你我生命的活水，
让我们能胜过这世界的一切挑战。现在呀，都错个teman-teman asini papu pisul ta nutim la tinana kemasivarung apena ulidan apena setan sumukup tuaca kama semas aya pasamarawa papu pisul ta nutim nu ikatina masalu tua semas nekan urita sivaran lakwa nuna penas tanitin nuna pena ulidan tina masalu tua semas Tara valing sa kamaya no at samas ay chwata kina komundan. Kumala namatay no at si salapay. At samas tara lakabintin sa kamaya. Tara kinizantin sa kamaya. Sa katitin na kwenu katina kikakazun. Tua manata saruan iti auto at samas. Sa tusu asini pakinu menemetan uten. 在面对强弱悬殊的态势时，我如何依靠上帝而得胜？现在呀，都说个zaman-zaman sini pakin naman naman tanutin latinana gamado akinunam ayakana pasamarao kainuli。亲爱的主，求你坚定我的心，使我单单依靠你，即使在危难中也能吹响号角，寻求你的同在，藏在你的里面，让你来为我征战。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Mali-mali tu so kadam-daman na makati na misula selang sumupu kilaray to kainwa semas latina na tapu pichul latina na takikakajeng to ta sorani to semas nuna matazwa manari mapaselintim manari randay no semas ata kiaong ayakana pasamarao apo pisul itanutim sa parma kuno ijoy ka na malungwa o kusinupuan lamuna na pazikatanga sa kadyaw-dyaway lamuna na latina na suliva tuswa takin adawan tacha ping an